分開咗之後，麥兜開始學識自己一個人生活。以前同麥麥拍拖嗰陣，每次去茶餐廳，麥麥都會幫佢落單，一份奶茶，走甜，多啲茶味，少啲奶啊。而家麥兜自己去茶餐廳，侍應問飲咩啊？麥兜就呆咗一陣，然後就講一杯奶茶。侍應等咗幾秒，就問啦，要唔要走甜啊？麥兜就猶豫咗一陣，就答唔知啊，正常啦。當啲奶茶嚟到嘅時候，就飲咗一啖，發現啲味道有啲奇怪，唔係唔好飲啊，只係好似唔同自己以前飲過杯嗰陣味。因為麥兜發現原來一直飲嘅奶茶嘅口味係麥麥幫佢決定嘅，佢以前從來冇諗過自己鍾意咩味道。麥麥話走甜少奶多啲茶味，佢就飲開嗰種味。而家冇咗麥麥，反而唔知道自己真正想要啲咩口味。呢個唔止關於奶茶，其實亦關於佢哋嘅關係。有時候分開咗，先發現對方影響咗自己有幾多，甚至連自己喜好都唔清楚。